天使之間無比嘅愛，互相去感恩大家嘅存在，去欣賞大家嘅美麗，尊重大家現在所擁有嘅一切。但係佢嘅流程會係咁嘅，今日大家嚟到呢個面試啦，我哋會喺9月同10月去為天使同埋義工們一齊做好晒面試，而10月中我哋會公佈面試嘅結果。到時10月至12月，我哋會分批為天使家庭去做台證嘅。而第一個部分，我哋需要大家去配合就係先申請護照。當你入圍嘅時候，你就要去申請你同埋天使嘅護照。而第一批我哋會去幫手做嘅台證人士就會係擁有單程證嘅，第二批就係香港特區護照而喺中國出世，第三批咧就會係香港出世嘅有香港特區護照嘅人士。點解咁樣分？係關於做台證所需要嘅時間長短，因為最長係做單程證嘅擁有者，我哋需要最多嘅時間同台灣方面去申請。而11月初，我哋就會完成天使家庭同埋義工嘅配對，到時義工就會同天使家庭你哋去約時間一齊互動㗎，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嘅。而喺1月中，大約喺旅程前嘅1至2個星期嘅禮拜六嚟嘅，我哋必須要全體出席呢個茶會，因為呢個茶會好重要，係話俾大家聽所有旅程上面嘅細節嘅資訊，所以大家記住留返時間要出席，我哋遲少少會話俾大家聽詳細嘅內容。公司、家庭同埋義工嘅活動可以會係家訪啦，有啲會出去飲下茶或者去下公園玩，目的都係同大家一齊建立關係、加深認識嘅，所以大家會輕輕鬆鬆將義工變成你哋喺旅程上嘅好拍檔就可以啦。喺證件方面，今日嚟到面試，相信大家都有俾一啲基本嘅證件，例如身份證、入證或者你哋已經有護照嘅，要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去做咗一個影印嘅。記住，影印唔代表大家今日已經成功入圍，係要睇翻面試嘅結果嘅。雖然我哋印咗你哋啲資料，記住當你哋唔入圍嘅時候，我哋會將所有嘅資料註銷，所以我哋唔會保留啲私人嘅資料，大家可以放心。當大家真係入圍嘅時候，我哋係要進一步填寫個人嘅資料，因為呢個係申請台證嘅要求。當你真係入圍，而你或者你嘅天使唔係香港出世嘅，我哋係需要填寫一份申請台灣簽證補充資料嘅，入邊係會問得比較多嘅資訊，包括你自己爸爸媽媽、配偶、仔女嘅資料嘅，所以無論你真係離咗婚，我哋都需要攞翻呢啲個人嘅資料去填寫翻嘅，呢個係台灣嘅紀律。或者呢種嘅健康狀況，入圍嘅時候，我哋需要如實報導翻一個好詳細參加者嘅健康補充資料嚟講，需要知道係咪一個長期病患者，有冇長期服用藥物，活動嘅狀況係點，有冇一啲金屬嘅植入器，需唔需要坐輪椅或者有冇抽筋，因為呢一切都係幫助我哋嘅醫療團隊嘅義工啦，同埋其實航空公司都需要我哋提供呢啲資料，以確保旅程上面嘅安全性嘅。注意，提多次大家，如果你入圍嘅話，必須要參加活動前嘅茶會，代表係1月中至到尾係。我哋旅程係1月24號到26號，所以會係去1星期至2星期前嘅禮拜六，我哋會進行呢個茶會嘅。詳細日子、時間、地點之後，我哋會盡快通知大家。呢個嘅名單會點樣通知大家？會由學校或者機構或者一個個別嘅通知，到時候大家就會知道自己入唔入到圍啦。參加者，我哋由今日開始，其實我哋無論面試咧，或者活動夢之旅任何嘅活動上面咧，我哋都會影相嘅。目的係為咗感染更多嘅善長可以去捐款俾我哋嘅夢家庭，令到我哋嘅夢之旅可以去延續，更多人可以去
有面試嘅時候要好好配合喎，更多人可以參與知唔知？呢個咁畢生難忘嘅路程，所以我哋需要大家配合，大家見到鏡頭或者各方面保持開心、笑面迎人，係咪啊？或者一個你覺得自己最精靈嘅樣就可以㗎啦。如果你哋仲有其他任何嘅疑問，可以同我哋機構嘅義工聯絡嘅。而家咧，大家就準備好心情，放鬆心情，好好面試。輕輕鬆鬆同我哋嘅面試員咧一齊去傾下內心嘅世界咯喎！祝大家好運！唔該，你行下啦，姐。